公孙友，本王叫你做的代志做到什么款？启禀王爷，甲我将士老铁阮连夜逃走，我怀疑来这个所在是要探查虚实，必然甲步兵图有关系。哦，也那安尼步兵图的下落你查出来也未？这依我所知影的，步兵图是无伫老伯阮的身上，也毋过，哼，无路用。干那一点仔消息，你就想要来向本王讨讲哦？嘿，王爷，小人竟查出老伯阮是一个成绩可期的人物。要那安尼，陈友良伊的身份来历，你查有清楚？啊，王爷，陈友良落魄当午，四处为家，而小人甲调查出来，伊是一个兴无在学，野心真正大。若是王爷，你也从中央者，恐惊会受那个天笑啊！你讲啥话？公孙弟，你无想讲你家己生做高头鸟鼠戏，天生一副无情无义的小人贱相，你还佫假讲别人的是非是？是，小人是言。哦，玉凤，要那安尼讲起来，陈友良的做人，你毋就真了解咯？对，伊既然敢是诚心要来投效，咱应当都爱收留。搁再讲，对，你若是要以岐州一带的兵力来完成天下一统的大业，若无人相助者，恐惊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。玉凤，你是一个聪明的人，你的见识也真济，你讲出你的高见，互我听看卖。对，你应当都爱礼贤下士，招纳贤才，以民族大义号召各方的英勇好汉，而且爱顺应民意。若会当安尼，就会当成功。好，玉凤，我一定要记这个人。本公主，你这是？我要离开此地。本公主，是毋是我招待不周，惹你生气，所以你才要离开这？不是，七姑娘，有人受你用情胜意。招待在迎宾馆，免为这大数天，这就感恩不尽。要哪安尼？你是安怎要离开咧？这假使你若无讲一个原因，我就唔放你走。七姑娘啊，启用三日。玉凤，你确实有眼光，陈总司英勇有为，确实可造之才呀。但有良拜见王爷。你
你从弯路来投效，声誉可嘉，本王就派你为副将之职。这。是阮祝王的重用心。徐姑娘言重了，我若不是为着姑娘你，我何必委屈担任这个有名无实的副将？你是来投靠阮这副的，这跟我有啥物关系咧？徐姑娘，我是一片真情实意，愿意为王爷效命。如果若是赴汤蹈火，在下也在所不惜。岂奈但公主，你即马讲这可是真心话？徐姑娘有两个心肝，可以为天可表。玉凤啊，你怎样今仔日的突然向陈将士来报喜，请求本王就派高职当任呢？李秉王爷，但迄初来投效，未曾见功，就派去重任，恐怕受到上下不和。以我之见，前此时也是会任伊的关系，将来则论功升调。军师讲毋是无理，也毋过祝王，你无派重任互伊，要来知影讲伊是毋是有办事的能力咧？也无安尼。现在本王失落的步兵图尚未找回，但总是你若是有能力追回步兵图，算你功劳一件。祝王，要假使陈公主若会当建立大功，你要安怎样报答？这本王就派兵马副大元帅之职。多谢王爷厚爱，有良愿意为王爷效铁马之路，追回步兵图。好，陈将士，你是毋是3天内可以追回步兵图啊？属下马上就交上步兵图。王爷，步兵图已经被属下追回，抢摇过目。步兵图，好。
建立大哥已经是阮足王的新爸，也用讲是通兵马虎大元帅咯。多谢王爷厚爱，替不为定。你嘛笑。啊，进来，过来平息，行，来，过来平息，行。老爷，我害死人啊！我好人呢，我好人啦。这大姐好，人，我就是好人啦。为什么爱遭受这种可惨的下场？这讲来话头长啦。伊本来啊，伫一间店啊，伫咧做小贵好好啊，哪知影利欲熏心，偷用小款。哈，偷用小款啊，就会起笑。大海，你唔通插嘴，听大姐讲原因。啊，都因为伊的店东招一个囝婿，讲姓朱啦。啊，伊就安尼哦，贪着迄个赏金，将去密报援兵，啊，这店东规家口拢互害死，后来伊嘛搁互援兵安尼掠去拍，拍的出来就像安尼起痟啊咧。伊若安尼，迄个老店东的囝婿有死啊？这我就唔知咧。无大姐啊，借问咧吼，啊，迄个吼，因囝婿姓朱的迄有做啥物名，你知无？听讲，敢若是都唔知哦，叫啥物对啦，叫啥物母？哈，你若安尼迄个，大海，免问啊，咱赶紧来去。是啊，我看吼，咱莫搁过去啊啦，搁过去唔知要搁当着偌济即落安尼苦，哎哟，艰苦心的代志。明明做，咱就加做一寡帮助伊。
娘啊，外口的风雨遐尼大，为怎样你来对遮来呢？我是袂敢靠规个朋友。兵乱未平，天下倒转，就是飘泊的流落了。你是在下世子，名洪武。世子？姑娘，你唔免惊，我是为着避风雨，所以才占大这间厝的。姑娘，你是要去倒位？公主，这是你大先教我，我只有是要另外找所在。无喏，姑娘，你做迄大的我紧，我金枝脚凊彩都会困的啊。公主，白白拢是流浪人，你也免受过苦爽的一切，请踮咧内面避风雨，我会搅扰。这公主，你是伫咧想啥物？姑娘，公主，咱会当踮咧遮见面、熟悉，总是友谊。我叫做梅娘，你叫我梅娘就好。梅娘，在这个兵荒马乱的中间，你为怎样哪会流落到这个所在呢？实不相瞒，当上父母，伫咧战乱中心，害我走投无路，只有是大声出来出真理。原来你也是四处内伫咧找找你的亲人，遐那安尼，你的认真是伫什么所在呢？听伊讲，伊伫咧江北，啊？江北？江北是铁木里元帅的驻地呢？伊就是互掠去做人，一个气都无死。遐那安尼，伊是离开偌久啊？伊叫做什么名？叫做陈友定，离开厝内面已经5年。若摆援兵伫咧掠人夫，你人阿某嘛袂分开啊？公主，我看你阿母趁着真伤心，是为虾米？是为着四处要来找找青梅点仔的某囝，离开到现在一点仔消息都无。公主情义是可敬，令我纪念必感性，可恨原调西风。
公主。